咱即个肉粽吼，来到咱即个财神庙，有咱财神爷加持，互咱送咱这弱势团体吼，摕倒去，咱财神爷加持的即个肉粽，拢会当食平安，大家拢会当每一日拢平安，每一年拢平安，大家求在即财求利得利，谢谢哦。来绕3圈哦，哦，这加持的一个仪式，咱洗衫日，咱财神爷甲咱加持一个。这样的目的其实就是要送平安啦，尤其这是我们北港武德宫呢，其实一直以来都在跟妇幼关怀协会在做相关的一个这个平安粽的发放。那今年是疫情，更是不能停了所以林安的主委有特别说，那今年我们一定要再来关心我们这些需要关心的朋友们互因吃平安的对所以这次其实就是一个在疫情期间，我们特别呢送来我们的一个关心关怀让他们这个吃平安发送平安粽的一个活动协会主办，那我们办了13年，那我真的要非常非常谢谢蔡月武议员，他不是我们的会员，但是呢，透过他，我们就是可以集结非常非常多的就是社会的资源来办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的一些新住民朋友呢，从一开始来这边很陌生，那透过我们办活动那融入我们的社会，然后呢，也在这里面呢得到很多的友谊，受到台湾的关怀还有法律的协助，所以我们新住民也更身处地在这里，享受来做个关爱回馈给社会。我们蔡议员已经在就是办理这个端午节这个粽子的活动已经13年了，有9年拢伫咱北港福利宫家。咱这个肉粽来到咱这个财神庙，经过咱财神爷的加持，加持完之后，迄个肉粽的味会变较特别啦。为这阵到咱肉粽前才有几天的时间，这个肉粽香就会慢慢的飘进需要让我们帮忙的这些弱势团体或是夜公天使的他们的心中，这个爱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希望这个爱永远都存在我们的每一个地方，还有我们的新住民，他们也很辛苦，拢这个爱心不分国界的对啦所以神明也就是特别的疼爱我们，让我们这个可以永远的传承下去。有这么多的单位愿意来共襄盛举，把这么好的一个年节的礼物，端午节这边来送给我们受助的家庭。那他们有总共2300个粽子给我们受助的家庭。那今天我们会请我们的社工员们，就一一把它发送给我们受助的这一些的家庭们，然后每一户都可以拿到应景的端午节粽子。幸福重平安赞。好，听歌哦，听歌哦。